人类遇到各种需求，应改良农作物的品种、如育种。就卫生署嘅国民营养调查，台湾人食青多嘅青菜係高丽菜，不過唔啱啲，我哋所食嘅高麗菜有九成國家係外來種，尤其係對日本來嘅。不過適合日本氣候種嘅，冇聽錯適合喺台灣嘅平地來種，有到為到水土保持，也很多年來國內農機單位佢出價呢愛培育適合台灣來種嘅本土青菜水果，某種程度來講，也咪係提高糧食自給率。從未初到培育出一年頭天如種嘅得，那一年乃10倍平地高麗菜，台中農改場如用嘅30多年嘅時間，經過兩推嘅研究人員，農培育一項本土化嘅青菜水果愛研究呢，其他嘅青菜水果也共用下。接下來嘅報道，講下對台灣高麗菜用嚟產生嘅故事，來看下青菜水果本土化所面對嘅問題。閣下一粒又一粒玻璃菜，36歲鄭建福喺玻璃菜產銷班長，透過CT組太天農政策，轉到彰化縣竹塘鄉種了幾甲嘅玻璃菜。我從台中回來到現在，我也種了4、5甲地。其實你一個小農，你也要種多，要在那裡輪作，因為這個菜價整年度下來都有高有低，所以要做大片一點。如果種小也賺不到一些錢啊。鄭建福當校種新嘅作物，2年來在台中農改場嘅葡萄下，始終係5分天嘅感染台中2號，也係一隻全新嘅韓國同熱田嘅種嘅地嘅玻璃菜品種，一當上萬港種，今年嘅收成當問題。以前我們菜農都是種那個228，從我剛都市台中回來都種228，但是現在都種那個初秋，還有那個農業改良場，它有改良台中1號、台中2號。其實這兩種品種它也很耐熱，也很好吃，但是就是現在市面上很少見。玻璃菜所有嘅品種全部都來到日本來較多。日本的幾乎佔10%啊！如果來其他國家對不對做嘅時候，台灣高麗菜品種就90%全部都國外啦。你希望講，台灣自家做出來這新的品種，台灣自家本土來種。台灣當年種玻璃菜面積大概9000公頃，本土嘅種業還冇300公頃。50年來，台灣有一單係日本嘅品種。因為因嘅原產地合適溫和冷涼嘅天時，強濕熱，故所共養品種來到台灣，到高山種比平陽種好食。大家講山東嘅玻璃菜較好食啦，但係山東嘅玻璃菜，因為咧水土保持啦，因為山東種玻璃菜，大家知影落水嘅時陣水會強啲，所以我哋希望講，到平地，到平地嘅地方熱田咪做一種玻璃菜。頭出現地度人家看出玻璃菜係咪菜地啊？其實冇應該，人家看到也係初秋嘅，也係日本種嘅。其實玻璃菜係講菜地化，對農民來講，其實就好處，佢嘅產量沒做得增加。它這個是228的品種，這個梗也比較粗，也比較硬。這個是台中2號，它的比較細，也比較脆。這個聽聲音就知道，這個是228。很難弄斷，這個是台中2號，很脆，手一撥就斷了。一下農民種嘅進口種玻璃菜，春秋季主要係228，都係秋冬兩季，青豆嘅品種係初秋嘅。針對台灣有濕有熱嘅天時，台中農改場同民國96年先培育嘅台中1號，今年又培育嘅下下9年嘅台中2號。雖然外表冇乜差別，切開來看，足地有色彩冇嘅。作品一粒重新廣較短呢，做台中2號；有片色重新廣較長呢，係228。呢粒品種做出來嘅時陣其他都熱田做種，當到熱田種嘅玻璃菜冇法度都唔好食。像你下主要品種嘅228嘅品種228品種大家攏懂啊，切開來硬時冇味道，
红海料种台中以后切口来是有甜味，而且如果给产量会较高，它也卖品质较好。那它如果短的话又窄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它整个一个可食的部分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育种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很强调这个部分的一个性状特性。点面几方挑定一粒粒的玻璃菜叶，真菜叶膏还有过上样的，而留下来实体实种显出本土的玻璃菜叶无案改，育种一条路，台湾行了30多年。甘蓝没有这种耐热耐湿的材料，所以我们要慢慢的选。那这个时间要拖得比较长。那再来就是这甘蓝呢，一般的那个蔬菜有的可以1年呢，春秋2季那个会开花。那我们那个甘蓝是只有那个冬春天才开花，所以那个1年只有一个世代，所以它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一点。第一个对这个作物不了解，第二个种源的收集也要一段时间，第三个什么样才是适合台湾的高丽菜品种？当然就是要适合台湾高温多湿的气候环境。那这些跟日本原来的品种完全特性不一样。高丽菜哦，其实19个品种，19个品种的是要存活的时间要长多时间。存活的时间一般来讲，那花大约要6、7年的时间，其中要变纯种了的时候，你当做19了的时阵，其实同时间做变做你讲的 F1 的品种。所讲的 F1 品种係生物學當個所講嘅副本同母本，生成嘅體態插種，同培育過程地度，台中2號玻璃菜係同民國97年長成到10號嘅母本，一隻比對合適嘅副本，將持久成功。一个品种从研发成功到推广到农民去栽培，这中间有几个步骤要做。第一个就是要去做采种这个工作。那因为采种事实上在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方，它的采种要让副本跟母本的花期去对在一起，然后又能够采到很足够的种子，这个都要一段时间的摸索。喺本副本同母本做的對抗下，做一本嘅開發時間係強樣嘅，同時也控制地度，按照純化處理。你啊，見迄物個玻璃菜嘅純化處理，物個按照純化處理咗，玻璃菜開發嘅時間因為佢溫度會冷嘅花期間冇法度開發。拄仔有講過，佢嘅父母本因為用出來大約6、7胎了佢副本啊母本的特性对温度来讲冇控装。基本上台中2號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几乎是4月到10月都可以去做一个栽培的一个动作。那除了可以栽培外，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他希望整个他种的一个甘蓝的品种产量是高的。那我们这个台中甘蓝2號，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产量比一般目前市面上的品种整体产量可以增加10到20% 左右。比日本的玻璃菜園產量行較大、行較好食，一套早幾年培育出來的台中1號成行做看到的。其他的2年農民本來係種228，也係改種台中1號。228的算較乖蛇啊，人較唔買啦。啊，這台中1號啊，這種捌買着較軟溜，咧食好食，較無輸咧產的，啊價錢袂較會起。啊，算講這個種算落肥了，有誒無成本，咧收完啊無啥較，完啊有葉，算講較袂細粒，完啊大粒安尼啦。下主時頭，果菜市場地度人茶當道，太火茶、天牛茶行年年在地的係玻璃菜。玻璃菜咩市場地度賣青島的強菜之一。我们这种是看天谈，其实收入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一箱70、80块，有时候一箱1000多块，但是普及来讲还是算可以，因为
每分地像现在秋天每分地都有差不多300箱左右，300箱差不多6、7吨左右。其实现在这样的收入还不错，但是现在量也一直出来了。恁来2礼拜，即卖一箱30公斤的炒150块啦。啊，那这即卖可能若较好食一寡，炒伫个250至300安尼啦。先表研发下白香，炒台中2号贵妇的喷香，翕下高炒起锅的表面煮熟，再表玻璃菜配料向下炒。无追求起锅的食香米猪油，也是中华有名的玻璃菜饭。因为高丽菜它本身含的营养物质大部分都是水溶性的，就是刚才讲的维生素 C 这部分，所以维生素 C 如果你用滚烫的水煮的话，它其实很容易流失，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用炒的，不然就是用蒸煮的方式。要培育口感香脆好食的玻璃菜，甜度咩是重点？其实品种的育成，除了它对环境的适应性好之外，其实我们消费者的口感也是很重要的。那在高丽菜方面，我们可能比较着重几个，就是其实要吃起来要甜，所以这是刚才我们为什么会测糖度的这个步骤。那另外，其实高丽菜它本身其实营养成分在维生素 C 的含量也蛮高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物质，就是一个一硫氰酸酯类。养一场人员当所落嘅托出唔可以用嘅，再留好嘅玻璃菜样表演去，养一场观察，也一百个以来，越来越多后生人转到故乡种菜，加上学种菜，就会对玻璃菜开始。是一般年轻人回归农业，都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大宗蔬菜哦，大宗蔬菜包括就是一个高丽菜嘛，好，包心白菜哦，就属于比较大宗的蔬菜，哦，应该是。刚开始比较不会种菜的时候，都朝向这个高丽菜下去种。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要走比较精致的路线。台中农改场也已经转移技术，本专业要用的上去种，再交给农民工。玻璃菜农对本土种的玻璃菜样，接受度没当高。我们预计最快的话，大概在明年会有少量的种子。可以提供给外界去了解一下，那然后整个商业上的栽培可能要2到3年以后才能够大量的种子来提供，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些高丽菜这些品种从育成品种到采种这个中间，其实还有一些商业生产的环节要去克服。这个玻璃菜最主要是吃到梦中种一产品分了分片啊，种去参加个肥乡农场栽培啊，种产品，结果产品的时候做一摆。全身出来，哦，跟那个嘛个肥乡农场，佮人啊促销1200条促销出去促销出去时候，买到有信心，就开始下落去再辛苦。台中1号、2号玻璃菜夹个耐热性，比原本的日本品种行较高，韩国做得到平庸来种。事实上，唔单抢嘅玻璃菜，农机单位咪希望培育作物的新品种，做得适应未来天时，可能会有嘅激烈变化。天气热就热热啦所以我哋所有嘅蔬菜作为育种嘅品种嘅方向是第一说耐热，热天一定要挡会掉热天就去种咧，如果形状下生嘅较唔好嘅，我哋是淘汰另外就是落水一般来讲，台湾热天嘅时候水较多如果水不耐湿的我哋品种要淘汰。那其他的蔬菜，包括耐热的蔬菜，我们也育成千宝菜，我们育成叶萝卜，那这些都是适合台湾夏地栽培的。另外，在果树的品种，低需冷性的可以在平地栽培。那还有一个稻米的品种，我们就是越来越耐热。那这个也是因应未来气候，我们希望台湾的农业能够及早做因应，适合未来气候环境的变化。切开玻璃菜，中心广，短又黑，香味少又甜。也对育种到生产，一步步的建立起来的本土玻璃菜产业链，对玻璃菜味道高质一道，为了因应未来天时的变化，韩国粮食危机，台湾农业要较脚头要做好准备。